求父权慈悲，前道之功，坤道之功。父权人好，父权人好。那么请坐下。各位，咱连说，咱国民命令，咱的副首长，副首长，咱国民首长，咱国民前会代表，大家午安。父权人午安。时间最近啦吼，已经将近要12点，咱会使咱的杨永平连任，领导人甲咱讲，这个直接发生的这个道理，咱就讲对人生的这个概念，有一个方向到这个目标。咱拄则内向，咱连任，咱讲三好心法，讲了非常的精辟。讲了非常的这个引导。当然伊在来讲到这个11月2日，咱们办的这个主机会考、闯关会考，因为今年度当中咱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咱有当报联合来办这个较大型的活动。而咱这本书的规划国语。优调了各单位家己考咱语的性格，当然较相长，安尼叫做化整为零。那当然，因为今仔日咱内乡连任足用心的计划安排。当然，这个工作因为咱属于这少年的做工作，咱同学已经听入属于老的一块。拄则有说个65岁以上啦吼，坐以后太卡害羞。讲65岁以上吼，要听太卡害羞吼，可能有较危险。咱好是列入65岁以上的就对啦，列入老人这个级数里。所以呢，这个活动咱由这个年轻比如咱内乡咱内安。增加年轻一辈来做这个定位。为了咱女儿，咱爱上的这个活动，比如讲，这个读经，把咱的囝儿的事实，把咱的孙仔，把咱干仔孙，带来咱女儿是咱爱上不同。透过着这个读经，透过着这个考试，考试了，或者像小朋友会当大家。我听讲学弟啦，学弟是听有，学弟若少年应该听较无啦，学弟若老年岁较济听较无啦。因为我做囡仔的时阵吼，当做咧接学弟啊，你看，像学弟有学咱来素质的学弟有学咱素质的学弟，人你用知影？超过啦，当时咱超过我会记得上面嘛吼。超过。因为这是早头。兼职啦，钱兼过吼，讲学弟兼过啦吼，安尼啦。讲有一个吼，这是我听先生讲的啦。讲有一个阿嬷吼，讲一个囡仔咧哭，咧哭的当中吼，我阿嬷就同迄囡仔讲，你妈妈，阿嬷吼，阿你来要学弟就对啦吼。你阿嬷吼，就做小学弟。学弟买的吼，就嫌迄个香吼，分到食香。食咧到地方，迄个囡仔哀到大声啦，安尼啦。第二个说，就是囡仔说，唔食阿妈食。无安尼传真哦，袂好笑。伊讲阿妈怎会食学弟？本来是买阿孙咧食啦吼，但是当中咧阿妈去阿孙咧甲伊食，要本哦，做惊个嘛吼。阿孙咧食咧到来哀叫吼，就是遐这阿妈食，阿妈食，这个是小阿毛这个属性啦吼，这个属性。所以咱讲学弟是过去，这叫做哪？这叫高三年嘛吼。咱一届当中吼，咱内乡连任吼，非常的用心啦吼，
要煎鹅地，要煎啊，要煎鹅仔煎了，鹅仔煎啦，鹅地啦吼，嘿，这物件啦吼，咱来，大家拢来，咱来呐，他们食鹅地啦吼，他们食鹅仔煎啦吼，他们食一寡里里口口的啦吼，咱吃拢免钱，因为咱讲，因为咱只有家己的啦。因为咱家己人会当倒来咱家己的所在，你这个所在大家斗入去，咱唔足好的吼。这是第一方面，会当得到美食。美食第二方面，咱会当带阿孙的，带阿囝来到咱旅游，爱上这个所在，将就无讲好食，加上咱囡仔的智慧，互咱的阿孙呢，互咱的阿囝有智慧，因为咱经典是圣明的智慧，那圣明的智慧，因为一般顶，过去2000几年来，为孔圣人，为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到即摆是2564，孔子嘛差27岁，所以讲2000几年来留下来经典，这个经典无法度咱去甲有关的物件，所以咱若拍这个电影啊。较会看一个啦吼，人安讲，这是经典作的一块迄个影片，对无？这个经典，这是一个真好的物件。但2564年留下来的这个经典，咱透过着圣的智慧来灌入咱的囝儿的时阵，咱的阿孙的头壳顶，咱的阿孙呢，咱的干阿孙，咱的囝儿的时阵。有圣人的智慧，咱的阿孙呢，咱的干阿孙，咱阿囝敢是变圣人啊？有圣人的智慧就变圣人嘛，有众生的智慧就变众生，有众生的知识就变众生嘛，有魔鬼的知识就变魔鬼嘛，本来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咱要甲咱的阿孙呢，要甲咱阿囝，要甲咱一规家人，拢把变互伊圣人的智慧，咱活伫这个世间的内底。拢活伫圣人，伊的这个行为，活伫这个圣人的这个思想内底，你看华尊为好啊？所以立足专心先定。咱知影，咱伫校咧读，拢咧读知识，比如讲咱校，咱讲叫做学识，咱校讲叫做学位，无啦吼，咱是咧学这个知识。迄叫做专业知识，比如讲，咱进校有个专科，对不对？农业科，经济有经济科，迄个个商业科，有科技科，有电脑科，迄种专科。这个科是叫做专业知识，这个专业知识就是这个世间活伫这个世间用的，出世间就用这个，所以世间的物件，离世间所学的专业知识拢是好，无对上面都会倒转，我拼死人，拼起来倒转去。咱拼一世人拼起来倒转的物件，有可能无？咱拼一世人拢拼互咱的囝儿的时势，拢咧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望女生一只，望子生一只龙，望女生一只凤。成龙成凤好无？成龙，龙甲凤是足生的，足神的。我是做人较好啦，袂晓龙甲凤好啦。迄是咱比如讲，龙就是人类上爱保护的动物。凤就是羽毛类、羽毛类的上爱保护的动物。虽然是讲保护的动物，要叫你去做，你袂无？你嘛是咱是精细类的呢，你才会。咱人类的呢，人呢？所以因为你互伊保护较好，都无比人较好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是因为咱今仔日就是讲，咱第三人讲人随性缘，人随性缘，偏偏都鸟随凤凰是不得管。这句话，凤鸟随凤凰不得管，这句话是来引申着人随性缘，偏偏都是咧。比如这句话。用这只风飞袂，这只风伊咧飞是飞千里，飞会快。但是这只鸟飞袂快，鸟就比如讲，咱一般顶的象征，风就比如性命小像。鸟飞袂快，较飞慢一点。
但是伊若咱跟随着功夫，伊不能去参加啊。跟随功夫，一定功夫靠遐唔够靠遐。哦，所以呢，伊就是讲没有慧根的慧根，无慧根嘛遐就紧，人随性变，你结果各位，咱今日读的，我相信咱唔敢想话性，但是咱已经含圣灵行做伙了，咱含圣灵当作学圣道，你开始脱叫做蜕变，你开始一直脱变，你开始变啊，你讲唔知啊？因为你脱变的，你开始咧入圣灵的思想，开始咧讲圣灵的话，开始咧做圣灵的行圣灵的工作，开始咧做圣灵的心态。你唔是慢慢咧脱变啊？但是你脱变，你唔感觉，只係你感觉，你看咱好像，这绝对无相像。咱甲你看，你家己感觉相像，但是别人甲你看，已经无人看，你已经无相像。你已经成长了，你不知不觉学圣灵道来的当中，你不知不觉一直咧成长，一直咧成长，一直咧成长，你无感觉？互你有感觉，你成长；互你有家己有感觉，你成长。所以今日咱虽然咱逐个伫这个所在，咱咧听是圣灵道理，无好听啦吼，圣灵道理好听无啦，那咱听风风火火哎，出来去咧唱歌，啊，你听咱舒服。那个最后会听到吼，听着都舒服起来吼，感谢你吼。但是迄个音，迄个母音令人心会爽嘛吼，母音令人口爽嘛。啊，迄个母音令人内拢嘛吼，咱听着耳孔会爽。但是迄是带动你这个生活，但是最主要就是伊内底迄个文字，迄个文字不是社会你爱我，我爱你。一般顶，伫遐观点，迄种是咱的政府老师，咱的先佛，甲咱写出来的名词，拢对咱的心性，对咱的众生有帮助的名词。迄叫做哪？圣灵之刻，圣灵的刻啦，圣灵的词啦。所以讲反复的过去人反复作一刻，但是圣灵的词，甲合做的叫做圣灵之作，甲合做叫做圣灵之作。那安尼当中。咱咧听圣灵之作的道理，啊，咱会成圣灵的，咱会成圣好个，咱绝对是社会。所以咱今日每一个人上到这个机会来，就我拄则讲，65岁以上的，可能这一款学家，你有相信无？哦，我讲爬起，大家是爬起安尼较难的人，我无看会爬起，爬起就少年嘛，啊，这就老了。所以我捌其中一个我咱老人着，不过因为我是咧讲笑啦，有迄个。60块以下，歹势听起，吼，这是开玩笑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这当中呢，咱的年纪比较大，也是比较多，但是咱一定要家己要有一个觉悟，迄个觉悟就是你爱醒的，安怎醒的？因为咱未来伫这个世间的生活袂改动，伫这个世间袂改动是歹代志。你莫讲啊，伫这个世间袂改动歹。圣人是爱人死，凡夫是爱人生。庙师是少死人咧大，庙师要咧少生囝咧大，你听无？所以人规苦拢叫做庙师，要去当西方，要去联络世界做了法。但是咱世间的人若死去，伊用咱内底大官大部要惊死。所以因为圣人甲凡夫，圣人甲凡夫伊的思想是颠倒的。颠倒的，自我应用什么人唔是人，但是一定要走。但是问题就是讲，你要去追落去，你怎么追落去？你是有请了未？咱有请了未？若有请了，你得做执着，你后半段带时代。我常讲一句话：人生参像拍一场篮球，你前半段已经拍煞，输赢你袂当改变。他前半段篮球你已经拍煞了，输赢你袂当改变。后壁这场，剩后半场你有机会，你会当去调整你的脚步，会当去调整你的策略，会当调整运球的迄个策略，然后拍赢后壁这场球，安尼就对。各位，安尼听无？
你们听，你们动作在拍篮球，安尼无像我比如安尼互恁听，咱后前段咱已经结束了，咱袂当讲过去也不可见，现在心咱真爱开始努力，未来心爱定拍见，所以伫这个当中，咱着珍惜着咱后半段这段，拼起倒转来好不好？拼起倒转来好不好？哪会起倒转来？参客，有人大下，有优点啦。听你听无？圣人是职而德，凡夫是职而财。凡夫要走当中放袂花，就是我存太济，我这后尾人毋知对要分落送，对分落送，对分落送。凡夫要走是咧烦恼这呢？圣人要走是烦恼我去无定呢？我今个世界讲叫做去，圣人是咧讨论迄个物件。所以呢，今日无论安怎，咱一定要坚持。圣人的话绝对对，圣人的行为绝对对，圣人的言语绝对对，圣人的做法绝对对。这咱一定照安尼行，后壁安尼继续吧，努力落，咱一定成就圣人之作。安尼好无？好。点啊，发大腰啊！但是后壁，咱今日要5班课对不对？这5班课。这叫做辅课，那嘛叫做贤课。嘛叫做辅课，嘛叫做贤课。但这个辅课，我想讲，理菜市仔要买简单，但是理解要去就无简单。因为这经过着咱的人才足用心甲细过，佮经过人才买大只个好势，佮用着5个人先迄个甲献去，互咱无票无。而且无票都无甲你加持过这个辅课。这有钱要当买，有影呢？无你这话你去倒哪？你去倒买了？你对个，你市场当买就才有钱。福课会当买着，但是因为伊的这个福课就买唔着，所以每一个送一粒这个福课，互咱食下下，互咱食这个这个家庭会顺利，互咱食地位会安怎无？感恩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父贤慈悲前道主公，坤道主公，再次感谢父贤。